金钟嘅内地报道，但係看嚟客家天氣前面對各種田家調查，未同咧台灣嘅後生陶冶合作協介南風綠對內地單元劇，除咗大片嘅素材，做下圖綠對各種之類，嘅劇情各卡圖當地嘅產業，還有社會議題真有關係。對今年嘅2年到長期嘅設計，我哋是看到劇組人員嘅用心。其中，客家太足獎一位迷你劇集天使天降編劇獎，還有竹田車頭係一位入獎獎同金校獎。哎呀！哎呦喂呀！客家太足獎一出戲結合嘅6對地區是當初分享嘅野球運動，同屏東家東5分嘅用出一條菜地產業。編劇係同上面主角實踐做生活的新移民、家庭教養同單親家庭的小學生，充滿呢4年的前面冒險演出，靠每位同社會議題連結強化。那我們那時候其實很想表達一個事情，就是這些小孩子其實我們從小南部小孩從小就是這樣，就是家裡可能遇到一個某個困難，那他們可能想要。就是大人都會跟他說啊，這個小孩子不要管，然後說就是沒關係。可是其實小孩子都會察覺到，那小孩子會想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做點事哦，即使大人跟他們說不可能，他們會想要去做為家裡做一點事哦。唉，你上困難嘛，嘅批防法吧。當天嘅神聖國王廟，古色古香嘅家東神沙，連天神立下去嘅體型景觀，一條編劇都有當到嘅想象。因為我們覺得那邊最吸引人的其實是它的環境，就那個環境，我覺得甚至我們那時候會開玩笑說，它明明是台灣的一部分，可是真的好多人都沒聽過家東在哪裡。那我們很希望能夠把它那邊的這個環境的感覺拍出來。你怎麼可以讓我當小三？竹田茶頭用到茶頭做主要重建，帶出3年分別愛離開嘅人客，亦係愛盡故鄉嘅主題發生嘅人生故事。呢度我翕唔到表示唔到嘅火車。事件係各種人員前台嘅挑戰。這一次的經驗倒特別安排到，不是說燈光的設計，或是那種顏色的調整，或是那種畫面質感的問題，倒是如何在有限的空間裡面去創造不一樣的攝影角度，然後去營造人物的魅力，或者是這個說故事需要的畫面。求求你，讓我演戲，我真的很想表演。影片杜康嘅音樂同效果設計，本季出戲行卡上映看，透過音效時嘅一種構數，呢片嘅杜好嘅時間加入聰明調教一條環境音效，為觀眾就像許多嘅現場。因為我們平常在錄音室裡面做事都是一個人，然後關在小房間裡面埋頭苦幹。對，幾乎所有後製錄音室都是這樣子，然後加上自己做出來悶着頭苦幹的出來的成品，然後可以被提名，那對我們來講其實是非常大的一個肯定。能夠入圍有一個很大的工程就是導演，因為導演他下音樂真的下得很好，而且他非常知道自己要什麼東西。那其他的部分我們也就是盡量能夠在其他的部分能夠幫這部片，希望能夠幫這部片加到分。南方綠隊呢列單元劇，用菜地無經驗嘅演員，以各個角度來表現出綠隊客家中淳樸嘅生活情形，用接近土地、關心社會來做主題，翕出來嘅戲劇，為帶俾觀眾親真實嘅感動。客家新聞綜合報道。